今集閱讀博覽為大家帶嚟嘅就係幫港出聲博客說書人嘅文章，是誰在賣中國貨？喺特朗普掀起全球關稅風暴，並且對中國商品徵收高達145%嘅關稅之際一個諷刺嘅事實就浮上水面啦。呢一個大叫美國優先嘅總統，自己嘅紀念品店就充斥住中國製造嘅商品，甚至不惜用價格標籤去掩蓋一個產地嘅標示。呢一種掩耳盜鈴嘅行為，堪稱當代最大嘅諷刺啊！近日多段網上流傳嘅影片揭露咗特朗普大廈紀念品店嘅真相。一位來自中國嘅女網友喺探訪紐約特朗普大廈嘅時候，發現店入邊絕大多數嘅商品佢哋嘅產地標籤都被巧妙咁樣遮住咗。當佢試圖揭開個標籤一探究竟嘅時候，竟然就遭到店員嘅阻止。另外有一位央視嘅記者喺4月12號實地考察，發現嗰啲被偷偷摸摸遮住咗嘅，的確係大大隻住寫住 Made in China。相比之下，嗰啲確實係美國製造嘅商品，就大大方方咁樣展示一個特大嘅 Made in USA 嘅標籤。如果真係以美國製造為傲，點解要掩蓋其他產品嘅來源？其實美國演員兼網紅馬斯特森喺2023年底就曾經去過呢一間紀念品店，並且係拍片嘅。有關嘅影片近日再次喺網絡上面瘋傳。喺片入面，馬斯特森喺間鋪頭入邊拎起一頂印有特朗普標誌嘅紅帽，佢信誓旦旦咁樣話：我敢打賭呢一個係美國製造嘅。結果一翻開嘅標籤就寫住 Made in China。就算係象徵住特朗普嘅口號，讓美國再次偉大嘅帽都係中國製造嘅，咁樣唔通唔係最大嘅諷刺咩？仲記得特朗普曾經慷慨激昂咁樣指責中國搶走美國嘅就業機會，威脅要對中國嘅商品徵收重稅，聲稱要等製造業回流美國，追平對華嘅貿易逆差。但係自家鋪頭入邊嘅商品，由帽、襪到紀念杯、T 恤，甚至連特朗普嘅公仔，幾乎都離唔開中國製造嘅影子。呢一啲真係口是心非嘅典範商人出身嘅特朗普心知肚明，如果呢一啲商品真係要喺美國本土生產嘅話，成本會暴漲到難以想象嘅程度，利潤可能會蒸發晒。佢明顯就知道中國製造背後嘅成本效益同埋品質保證，先至會喺商業實踐嗰度選擇咗中國製造，但係就唔願意喺口頭上面承認呢一點，反而要美國消費者為佢嘅虛偽去買單。特朗普作為中國製造嘅忠實顧客兼且頭號反對者，佢嘅關稅政策到底係為咗美國人民嘅利益定係只係政治口號如果連提出政策嘅人自己都堅持唔到 Made in USA， 咁佢又有乜嘢嘅立場要求美國人民為此承受物價上漲嘅壓力呢？